有啦，泰康快乐市民农园啊，热火农夫热烈招募中。对网络顶头了。哦，参考的啊，参考人迄啊。哦，有蔬菜啊哈。哎用我们，哎用我们，用赖先生的工作，哦用的，哎今天这趟水上盖好啦。那有假日市集啊，你看那么多的摊位可以让人家卖菜。那楼上还有那个有机食品呢。哦，那吃东西也有有机食品，很方便的。有机的哦，天然的，没有用农药的哦。哦，耕作的农田在正前方那边。哦，这是台南市政府要标给那个真善美公司来经营。哎，好厉害啊！哎，开垦那个土地，然后分成5坪来租，分租给那个市民哦。1坪每个月收200块清洁费而已呢。就是要维持不能长草太多哦。那可以租到2块地，就10坪了呢。哦啊，一次契约啊，一次要签6个月哦啊，要交1200块钱。要得到这个市民农园证，哎，哦，好棒好棒哦！在台南泰康，台南柳营泰康哦，绿色隧道这边的，在泰康国小再往东，哦，在那个高铁公路、高速铁路啊，高铁附近，这里还可以拍高铁嘞。